我哋學校係一間天主教嘅學校啦，基於耶穌基督呢份嘅信望愛嘅精神，深信學生咧有唔同嘅才華同埋才能。當中咧都貫徹呢個嘅全人發展，希望學生咧喺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上面咧有一個均衡充分嘅成長。做學生支援工作咧，最大嘅滿足感一定係見到學生嘅成長啦，幫佢哋揾到適合佢哋嘅自己學習嘅方法之後，見到佢哋慢慢建立返自信啦，願意嘗試，甚至主動參與咧，呢一份進步對於老師嚟講係一個最大嘅動力。所以其實時間對我哋嚟講真係好重要。其實好多時候咧，老師嘅角色並唔係話喺前面拉住學生去行，而係我哋真係要花時間喺學生嘅旁邊陪伴佢哋去行呢一段路嘅。咁所以尤其是喺 SEN 呢個領域入邊，我哋講求嘅係一啲個別化嘅設計啦。咁尤其是係對於一啲真係唔係太擅長表達嘅學生，咁我哋後續先可以順利咁樣去展開我哋嘅工作嘅。我覺得 SEN 教育其實特別係最後嗰個 N 係 need 需要啊嘛，去了解並且滿足學生佢嘅需要。學生喺唔同嘅領域啦，都能夠發光發熱。早前啦，我哋去到香港嘅一個教育博覽會啦，睇到 Snelly 呢個軟件啦，喺界面嘅設計上面啦，非常之簡單易用，望幾眼咧就可以馬上上手操作。咁另一方面啦，佢提供好多唔同嘅功能，包括係 AI 嘅技術，都可以大大咧優化喺 IEP 撰寫嘅過程。見到佢相關嘅私隱性啊、安全性啦都能夠滿足到我哋自己同埋教青局咧相關嘅要求，所以最後咧我哋決定咧採取 Snelly 呢個軟件。我哋過往係要喺好多嘅唔同嘅文件、唔同嘅資料夾嗰度揾齊一個學生嘅資料，但係而家 Snelly 只要按個掣，我就需要幾秒鐘嘅時間已經完成到過往可能個幾鐘嘅嘢，佢就已經幫我喺系統度預設晒，將所有嘅資料匯入咗喺同一份 IEP 嘅文件度，同埋佢係按照澳門教青局嘅格式咁去生成咗一份 IEP 嘅初稿。作為老師，我覺得 Snelly 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客製化，佢可以按照我哋嘅需要去設計啱我哋嘅功能。例如之前有個同事佢提出想一個留言嘅功能，咁 Snelly 好快就上到線啦。呢個留言功能唔單止有助我哋跨專業嘅對話啦，佢亦都可以我哋按照唔同嘅持份者喺 Snelly 嗰度設定佢嘅角色同權限，方便咗我哋嘅溝通嘅時間啦。而且呢啲資料我哋過咗一輪之後，我哋都仲揾得翻，亦都唔使驚佢沉咗底或者唔見咗咁樣。我覺得最明顯嘅感受咧，就係大大簡化咗處理文書工作嘅一啲工序啦。咁系統咧就會幫我哋整合晒所有數據啦，減少咗好多處理 IEP 嘅時間。相信未來咧，老師要投入更加多喺傳導同埋解惑呢兩個角色上面，花更加多嘅時間咧喺學生嘅支援啦、學生嘅陪伴同埋臨在上面。我希望未來可以引入或者係研發更加多嘅 AI 嘅方案，咁例如現時有嘅 AI 生成嘅一啲 IEP 嘅建議啦，都希望可以打造或者係研發一啲係融合生關於一啲學術成就數據方面嘅一啲 AI 分析，以及最終俾到一啲更加適當嘅建議老師啦。同一時間亦都希望可以促進到老師同埋家長之間嗰個交流合作嘅溝通。我哋希望呢個唔單單只係一個AI 嘅工具，而係促進到或者係成為到學校共融文化嘅一個基礎設施。